當風險成為消費品，流量背後嘅生死博弈；當極限表演成為流量密碼，當風險被轉化為直播賣點，一場關於生死嘅博弈就喺熒幕上演。美國極限攀岩者 Alex Honnold 徒手攀登台北101，幾百米高空，零保護，影像穿透地理界限，瞬間引爆全球關注，將一失足即萬丈深淵嘅致命行為赤裸咁呈現喺大眾眼前，成為一場被媒體機制放大嘅媒體奇觀 （Media Spectacle）。Honnold 從佢個人高度專業角度指出，好似台北101呢類結構重複、路線清楚嘅建築，其實比大自然岩壁更可預測同安全。但係佢亦承認，一次失誤就會死亡。既然專業，應唔應該以身作則，安全為本，以免模仿者出事？表演風險奇觀嘅男性形象，當極限攀岩從個人荒野探索轉化為供全球消費嘅視覺奇觀，再被商業媒體同注意力經濟 （attention economy） 所重塑，就變成高度計算嘅風險展示。法國學者基德博提出景觀社會視覺，一旦風險被搬上舞台，成為可觀看嘅影像，佢嘅意義就唔再由攀爬者決定，而係由觀看者驚嘆、媒體分享同社群按讚所共同建構。攀岩者被塑造成人類超凡勇氣，呢類形象又同主流男性特質掛鈎，孤身對抗巨大挑戰，絕對掌控內心恐懼，以肉身征服物理極限。呢種英雄式嘅陽光形象，未必係運動員自發創造，而係由紀錄片嘅剪輯節奏、英雄化嘅宣傳語言同埋傳統性別想像所導引。呢個並唔係否認女性或非二元性別喺極限運動中嘅卓越成就，而係指出主流媒體偏好嘅英雄模板。沉浸式體驗嘅陷阱。媒體心理學指出，人類對死亡威脅有住天然嘅注視本能，一次失誤就會死亡嘅前提，令觀眾陷入一種既恐懼又着迷嘅矛盾張力。直播高清影像拉近心理距離，彷彿身歷其境，巧妙咁營造出一切盡在掌控嘅幻覺。頻繁觀看極限影片，容易鈍化對風險嘅感知，導致風險正常化 （risk normalization），令危險行為顯得優雅、浪漫。近年有啲後生仔為求一張爆紅嘅相或影片，模仿高風險攀爬或喺懸崖邊打卡，最終失足身亡。一旦意外發生，救援行動唔止耗費公共資源，更可能對家人、目擊者同搜救人員造成心理創傷。販賣死亡嘅產業鏈，呢場死亡展演嘅核心，在於平台同媒體所扮演嘅共謀角色。當可能即時死亡被包裝成最吸睛嘅娛樂產品時，平台早已唔係中立嘅記錄者，而係積極嘅推手。演算法機制天然偏好刺激內容，令觀看數、廣告收益同危險程度直接掛鈎。表演者亦喺呢個系統中用風險換取流量同贊助，即使加上警告標語，
亦難以真正阻止模仿行為。自願表演同流量收割嘅界限日漸模糊，甚至將生命安全置於點擊率之後。選擇台北101作為舞台，充滿象徵意義。佢唔止係物理建築，更係城市形象嘅銷售象徵。官方嘅配合同背書，更折射出對國際曝光嘅重視，對被世界看見嘅慾望。但係透過生命風險換取全球曝光，係咪真係符合城市文明嘅價值？我哋都係死亡奇觀嘅共謀。縱然專業表演者聲稱風險可控，但係當極限表演被商品化同媒體化，平台、媒體、觀眾同公共部門就共同構築一個消費風險嘅共生結構。每次點擊、分享同按讚，實則都喺度為下一次更驚險甚至致命嘅表演暗中標價、推波助瀾。演算法嘅冷酷邏輯，媒體對刺激內容嘅無盡追逐，公共部門對商業曝光嘅默許，共同驅動住呢台死亡奇觀嘅機器不斷運轉。唯有整個社會意識到，我哋每一次不經意嘅消費行為，都可能喺度強化呢個扭曲嘅產業鏈，並拒絕消費他人嘅生死一線，先至可以避免令生命淪為熒幕上廉價嘅消費品。下次點擊前，我哋或者值得問自己：我係喺度見證人類嘅勇氣啊，定係推崇玩命？為下一場可能嘅悲劇投下贊成票？當風險變成直播賣點，當極限表演成為流量密碼。周華山博士。以上內容由麥力奇聲音演繹，多謝收聽。